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等交换意见。据报道，布林肯对中国参加阿富汗问题多哈峰会表示感谢。王毅表示，中方愿以阿富汗问题同美方进行沟通。中国外长还表示，美国和北约军队的撤离将导致恐怖组织的复活。据中国媒体报道，华夏航空东突厥散库尔勒至阿克苏航班18点14分着陆过程中滑出跑道，随后有序组织旅客撤离。撤离过程中，4名旅客有轻微擦伤。事发后，阿克苏机场跑道短时间关闭。随着暑假过后学生面临开学，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即使存在传染力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株病毒疫情，让教室内的学习方式持续不中断十分重要。世卫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科鲁格在声明中说，让学校协助我们的儿童有能力成为幸福且有生产力的社会一员，对于儿童的教育、心理健康和社会技能至关重要。科鲁格指出，疫情已造成历史上上海最大的教育中断。土耳其在2020年东京残奥会上获得了第1枚金牌。在乒乓球男单比赛中，阿卜杜拉·厄兹图尔克在决赛中以3-1击败韩国对手，获得金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海关开始扣留从中国公司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些公司据称从东突厥散强迫劳动中采购产品。与此同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联名祈愿，要求彻查中国公司以转移生产地的方式非法规避关税。这是华盛顿着手解决东突厥散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和强迫劳动问题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伊朗驻巴格达大使马森吉德表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已在巴格达举行了3场会议，会谈将继续进行。2016年，希腊驻巴西大使阿米里迪斯交涉案，法院昨天裁定死者的巴西籍妻子欧里维拉谋杀亲夫，判处31年有期徒刑。